温一流，都退下，随我来。16，大哥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谁敢伤我阎王殿的人？是鲁班门，还有稽查阁。何方鼠辈，把月寒交出来！就凭你们，还不配提我主上的名字！说。16，你当真没事？还好有花姐相助。啊，大哥，我没事。他们今日所做之事，我一定要让他们加倍奉还。鲁班门和稽查阁如今对你已经公开下了战书，天机12宫到处在传你的3大罪状，你再回到定州不安全，不如你先留在京城，剩下的让我们去处理吧。
玉长风现在怎么样了？玉长风现在还好，只是受了点轻伤。我已经找郎中帮他医治了。不过万余陵已经被鲁班门抓走。花姐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鲁班门的天玄地黄坛在哪里？什么？你想闯鲁班门的天玄地黄坛？你疯了！鲁班门的庞震刚对你下了诛杀令，你怎么从武夷县跑出来的？你忘了？沈瑶，你父亲与庞震虽曾经是好友，可是月公主逝世后，鲁班门受朝廷绞杀，元气大伤，庞震不得已将鲁班门带离12宫。庞震以为镇银被阎王殿私藏，连累了鲁班门，因此对阎王殿怀恨在心。这个时候阎王殿插手此事，无非是自投罗网。鲁班门的庞震和鸡岔阁的裘伯英如此招摇，无非是造势。现在12宫没有大司坛，在我看来，他们无非是想借此举，为将来控制12宫做准备。我知道你们都是为了我好，但就算是龙潭虎穴，我也要去闯。现在庞震和裘伯英旧事重提，拿天机12宫的钥匙说事，还说我背叛12宫。如今看来，他们就是想借助其他几宫的力量，推翻我们阎王殿。12宫本来就应该由阎王殿来掌管，还说什么我扣下了给下一宫的天机钥匙，还列什么3大罪状？他们不就是想开启总坛，确认里面有没有镇银案的黄金吗？一个个狼子野心，道貌岸然。哼，明明他们才是朝廷的走狗。沈瑶，你这次绝对不能去，你去了就中了他们的圈套了。你现在是阎王殿的主上，不是冲锋陷阵的死士，你必须要对自己和阎王殿的兄弟姐妹们负责。小姨，这次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自己陷于危险之中。小姨，沈瑶，你这次去到底是为什么？到底是为了12宫，还是万云陵？你觉得这2件事情能分得开吗？但他是朝中将领，可以带兵相助。你一定要见到杜览初，亲自报告垂庐山的秘密，痛陈利害，他定会让其子杜玉和前来相助。走吧，我们家老爷今天不见客，回吧。不行，我今天一定要见到杜大人。你把这杜府当成什么地方了？我们家老爷日理万机，是你说见就能见的吗？要怎么才能见到杜大人？你说，我一定能做到。不见就是不见，没辙。走吧。走。不见就不见。哎！杜大人，你不进啊！事关被定帅，杜大人。慢着！你说北定帅什么？事关重大，我只能和杜大人讲。你们都退下吧，跟我来吧。
老爷，在下刑律司小捕头陈16，拜见大人。不知陈捕头前来所谓何事啊？下官有要事禀报大人。老爷，他是刑律司沈瑶身边的人。讲。小的备了份大礼，特意前来送给大人。你能有什么大礼？不知北定帅定州的黄金。他若是有了这批黄金的话，一定会另有所图。大人，刑律司的这份厚礼，得劳烦大人亲自去取。送客。哎，大人，请吧，陈捕头。吁！哎，你别说，还真是这么回事儿。那我们还不赶紧准备准备？哎，对，准备准备。这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，还有地主老财干这事儿。走走走走走。好，要喝这行啊！来来来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！哎呀，你也得陪我们喝嘛啊！来来来，好，哟，来客官来了。小二，我敬给那肉几位啊上壶酒。我给你满上行了吧？啊，来来来，哎呦，别光顾着喝了，来，这个钱你给我点。掌柜的，上壶酒。好嘞，客官稍等啊。来，看见没有？要我说呀，人家那边那位那才叫大手笔啊！就讲个故事啊，就给这么多钱。你要是能明白人家的乐子，你也成有钱人了不是？哎，可不敢，可不敢。酒来了，来，掌柜的，哎，这次呢，就把上次的酒钱一并给结了。您客气了，急什么呀？下次再说吧。哎，可别下次，掌柜的，看见了吗？今儿有钱，这下次可就说不定花光了啊！再说了，就我们俩光棍，还剩下钱，对不对？甭说这钱了，就咱哥俩这命，都不知道还有几天了。瞧您这说的是哪儿的话呀？看样子里边那位爷没少给呀。哎呀，那行，那今儿这钱就给您记到账上了。得嘞，拿着吧。哎，多谢客官啊，今天这壶酒算我请的。来，来，哟，客官，来点什么？小店有刚煮的牛肉。官话说的不错呀，给我来壶酒，一盘小菜就好。好嘞，您稍等。哎，你们掌柜的是叫连平吗？你找他，他是我们当家的。朋友引荐，认识认识。好，当家的。啊？找你的。您慢用啊。哟，客官，有事？您是掌柜的？是我。不知掌柜的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：“花信金吹第几封？”爹，不是爹，那小子话能信吗？那小子传的是沈瑶的话，沈瑶是个聪明人。
公子请坐。是吗？我也听说了。哦，真的？你看看，我说就是吧，肯定就是他。香包未拆，牡丹丛。打断了腿了都。花姐的人，可是京城来的。我还听说，飞鸟传信我已经收到了，但是，连大哥，您可以放心，在下此次前来，并不是来惹事的。啊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您既是花姐安排来的朋友，帮忙的事儿没得说，包在我身上。只是想进这鲁班门的地盘，兄弟，你可知道那里面是什么地方？不知道啊。那是鲁班门。矿里是伸手不见五指，实在是吓人。我们下一次矿可不容易了，得一个挨着一个，紧紧跟在前面人的后面。这矿里啊，通道太多了，你要跟不住啊，那随时可能走丢啊。向龙大人，人马上到了，少爷已经开始准备了，我们是不是？大哥，你是谁呀？你们几个去那边，你们跟我来，快，跟着大当家的。你干嘛呢？哎呀，你又是干嘛的呀？我看你这衣着也算贵气，干嘛换着做工的衣服呀？哼，你大白天没事在这藏着，外面的人都叫你的吧？哎呀，我们是贩马的，正要往南边去呢。哦，我山里的，准备换衣服干活呢。啊，小子，睁眼说瞎话哈。哎呀，大哥也蛮会开玩笑的嘛。嗯，哎，大哥，这山里是不是有矿啊？哎，你上山也带我一个呗，大哥。哎呀，大哥，我求你了，你就带我一个吧，我不认识路，大哥你带我一个。松开！哎呀，大哥，我跟你说啊。我现在没有时间搭理你，要上山你自己去。大哥，你就带我一个呗，你带我一个也不麻烦。嗯，大哥，我求你了，大哥。哎，诸位，行，慢走啊，走了。哎，好久差不多了。是啊，是啊，今儿的工没招完，走，对，跟我去招工。哎，别急呀，大哥，别急，别急，别急啊！坐，坐。哎，哦，大哥。这是我老家的小侄，前些日子在家里犯点事儿，投奔我来了，想寻些路费躲去北边。
劳烦你给看看，能不能安排在矿上做点事儿？啊，是。我说连掌柜，你抠门都抠到家了，你亲戚来找你，你连个路费都不给人家，还让人做工，我这也不容易。走。哎，各位，别着急走啊！我家兄弟也不容易，这酒啊，你们就收下，慢慢喝，好歹也收下不是？对，是啊。行吧，跟我走吧。啊，多谢大哥，多谢大哥，多谢。走，谢谢。你转过去。来。哦，我，哎，带走，别，常来啊，慢走啊。快点。看来前面就是矿场了。你们俩一会儿跟着进去，有什么消息即刻汇报。哎，他们俩进去太招摇了，万一被发现了就前功尽弃了。还是我亲自进去，只有混进矿工里面才安全。不行，据说金矿是有强人把守，你一个人去，万一出现点问题，我们可无法接应你。哎，要是天黑之后我还没出来，你们就杀进来。快点，看什么看？快点干活！麻利，快点，看什么看？别吃饭！干活，别偷懒啊！别偷懒啊！快点！大哥，快点！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嗨，我就跟着他们进来了。我这本来也是来做工的嘛。哎呀，你说你是做工的，你不是说你是贩马的吗？动作放快！看你这头发，根本就不是我们南朝之人。说吧，北方哪里的？大哥，不瞒你说，我呀从小就被这个北朔不容掳走做了军奴，每天不给吃不给喝的，还非打即骂。哎，就上回酒馆那个壮汉，就是他把我带进来的。是吗？啊，你是奴隶啊？对啊。哼，傻子才信，撒谎也不打个草稿。哪个奴隶刚才传你那事儿，比自己主子还好？大哥，既然都进来了，互相照应嘛。快点，快点！别说话，赶紧干活。
混账！会不干活？大哥，息怒。我这小弟脑子不好使，但是能干活啊，绝对不会拖了你的功的。刘头，别跟孩子一般见识，我教的就是了。哎，晚点，咱兄弟约了酒，您赏个脸，一起来吧。啊！哎呀！听好了啊，再不出岔子，他不打死你！不会了，老痞子，哎，教他们怎么干活。哎，您放心，您放心。看什么看？干活！快点！没事吧？多谢老人家搭手相救。都是干活的，能帮一把是一把呀。老人家啊，我看您也是老把式，在这儿，您就多教教我们。我和兄弟不懂门道，这干不好活，还得挨打。快点，快点！学着我这样干就行了。好。其实啊，你们也不能怪刘头。这里呀，有日子没出金子了，上头着急，这手下也不敢放松。哎呀，我们这干活的也就更没辙了。那既然没金子了，为什么还要干啊？嗨，你们不知道，1年前啊，我们来这儿，那刚点是火把的时候，那山洞里那金子晃得你眼睛都睁不开呀！啊，真的？那这山洞里岂不是有更大的金矿？哪有什么金矿？哎，山里金矿这事儿都是传说，上头不知道派多少人进去多少次，始终没有金矿的踪迹。我在这儿待了大半辈子了，都是听说，从未见过。 1年前是1月500两，半年前是200两，现在只有不到100两黄金。挖了这么久，这河里哪儿还有那么多金子？我原以为这垂芦山背后是个大金矿，现在看来只是一个传说，害我白费了这么多精力。那这是否会影响到我们的计划？我这次召集12宫就是为了此事。12宫受朝廷打压那么久，早已如惊弓之鸟。 你有把握吗？要是没把握，我喊他们来干嘛？你又不是12宫的人，对12宫又不了解，别担心这些没用的事儿。此事事关重大，还是要思虑周全，最好能让。鲁班门出人出力，我自然不会亏待你们，还望庞门主可以遵守约定。这次12宫只要听命于我，你想做的事易如反掌。如此便好。老撇子，又跟人讲上故事了。哎，哎，你说这山里面有金矿，但是我也没有发现这儿有存金子的地方。 对啊，对啊，还不是之前有一对兄弟从这儿偷了不少金子，哎，上头发现之后就把金子全都送走了，据说是送到山里存起来了，哎，说是有狐仙看守呢。狐仙？对啊，也不知道这前2天发生什么事，山里好大一阵动静，第2天上头就把金子带回来了，赶走了住在山洞里的苦力，把金子全都填进去了。 就这，还没填满呢。哎，狐仙，快点干活，别偷懒！大哥，大哥，快点！哎，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啊！怎么了，大哥？走啊！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做，你自己赶紧跑吧。不，那可不行啊！你可帮了我的大忙啊！这样你们南朝的话叫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。而且我觉得也不能以后报，所以只能现在报。走吧。你要帮我是吧？啊，那你帮我引开他们。那我不就暴露了吗？你看，我说了你又不帮，你以后别来烦我了。站住！站住！快走！快！哎，我在这儿呢！
就是他，还敢跑！我新来的，迷路了，赶紧回来，快点！哎，走吧，走，还敢跑！哎呦，快点！好。不必多。走，大哥，等一下，我还有同党呢。什么？